半山1號正式發售啦！開放式單位折實259萬起，兩房單位折實285萬起，三房單位折實426萬起，複式單位折實722萬起。發展商今次贈送精美裝修，如果買家唔需要裝修，仲有額外嘅裝修折扣。今次開售提供有2個付款方式，包括建期同職工計劃。如果買家選擇職工，仲有額外嘅優惠。喺澳門真正稱得上核心嘅地段其實唔多，喺南環一直都係行政、金融同教育資源最集中嘅位置。對於上班一族嚟講，每日返工唔需要跨區，中銀、AIA、政府總部等主要機構基本上都係步行或者短距離範圍之內。而對家庭客，特別係有小朋友嘅，聖羅撒、嶺南、葡文學校等傳統嘅名校，同樣都係集中喺呢一區，生活同教育都可以同時兼顧。而喺市場上面，呢個地段其實好耐已經冇新盤嘅供應。喺加斯蘭花園旁推出一個中型嘅住宅項目，全個項目提供114伙，由2房去到複式大4房嘅戶型單位，配合唔同家庭嘅需要。喺南環嘅價值從來都唔係短期炒作，而係長期穩定需求嘅支撐。每一次有新項目嘅出現，市場都會特別關注。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項目資料，歡迎聯絡我哋利嘉閣團隊，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向你提供最新嘅資訊。